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文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今日我来到大家介绍一首歌曲，也是歌曲叫做《大家行强路》，大家行共路。为什么要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呢？主要是这首歌曲在今年2022年的国庆日登上了我们的国庆舞台。就有一些朋友询问阿文哥说，能不能跟他们解释一下这首歌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因为按客家人嘅能言图变到按读按讲怎么回事呢？那我们来听看看这一首歌曲。那我会挑这一首歌，主要是因为这个影片呢，主要是它是10几年前由罗时丰来主唱的，他是独唱的，所以他的歌词语发音会比较清楚。那影片最后我会再放上连结，就是那个今年国庆日的合唱版的，也很好听非常好听。今天我在解释歌曲的时候，我会稍微调整一下，把客语的比例跟华语的比例呢稍微平衡一下因为最近有朋友跟我讲说，阿文哥你的客语怎么越讲越多，反而华语变少了。好，今马上开始现在来开始，也下来开始哦。我们先解释歌词，如果重复的我就用朗读的。在最后呢，再附上歌曲的 PPT 来为大家朗诵一次。一撒行一步，就是一个人走一步。大家行共路，大家走同一条路，共同走一条路，对，这个意思。有你嘅照顾，爱唔艰苦。有你就是有你，有你嘅照顾，有你的照顾，有了你的照顾，爱唔艰苦，我就不怕辛苦了。唔怕风雨阻，唔惊坎坷路不怕风雨的阻拦，不怕坎坷的路途。有你的帮助，我唔会输。有你的帮助，我不会输。有你的帮助，我不会输。其实客家当然是会讲有你的天数啦，有你的帮助，我唔会输。就是发语词的某意思。心连心来心连心，心连心来亚述国会不能黑用西烟腔，这首歌本来是用四线腔的，但是这个来这个字呢，它用了海陆腔，就是海风的海风不然应该是心连心来，它来一边来心连心来，手牵手手牵手。吃苦当作是食补，吃苦当作是吃补。其实也有押韵各位也歌词老发音较强用故说唔要讲轻困难我的意思是说，这首歌其实蛮浅显的不是很深难的客语还蛮容易懂的。你看，给困苦都前面是的
任何的困苦，任何的困苦，我来为你除，我来为你除，我来为你除去你遇到的困苦。流眼泪相互，流眼泪照顾互相增起影响。一条一条边哈，看我妈情绪，咱好像保持的看哈。一上行一步，大家行共路，这个一样哈。一个人走一路，大家走共路哈，行共路。恩利的脚步，我们的脚步，恩利的脚步，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讲的意思啊哈。人生的路途，人生的旅程，人生的路途，我不相信有定数，他不信有定数哈，要打破哈。有你的祝福，有你的祝福，我心满意足，我心满意足了。只要有你的祝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心连心来数天数，生苦当作黑生苦。也去同样啦，心连心啊，手牵手，吃苦当作是吃补。路遥知马力，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心啊！日久见真心，本来应该是日久见人心啦，哈，也变改日久见真心。大家行共路，大家一起走同一条路，走出光明前途，光明前途。一上去行一步，大家行共路，有你嘅照顾，爱唔艰苦。唔怕风雨阻，唔怕坎坷路。有你嘅帮助，爱唔爱输。心连心啊，心连心来数天数，吃苦当作系食补。任何的困苦，任何的困苦，我来为你除，我来为你除。有缘来相扶哦，条我也冇讲清楚。有缘来相扶持，有缘来相扶啊。奉献、奉献、张黑英雄，奉献张黑英雄，奉献才是英雄。一撒行音谱，大家行共路，呀，会不会后面我就直接朗诵了哈？恩利嘅脚步清清楚楚，人生嘅路途唔先有天书。有你嘅祝福，心满
有人嘅祝福，心满意足。啊，新年新啊，新年新来数天数，失去动作系失步。旅游地马力，日久见真心。大家行中路，行出讲明天。新年新，数天数，失去动作系失步。旅游地马力，日久见真心。大家行中路，行出讲明天赋。其实这歌词就是一直在循环嘛，浅显易懂哈。然后它这个很振奋人的那种节奏啊，来压下还要按出来，先停一下哈。我来开PPT